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共读，请嘉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父神，感谢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如入渴慕溪水。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光照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真诚的来敬拜。主，此刻我们一起灵修，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好使我们真知道你。也求主保守牧师的口，也求主洁净，也使牧师放胆传讲从你而来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那我们历代志上已经快要读完，今天读到的是最后的2章。那我们昨天读的27章是讲到大卫他的行政长官，包括军事上，包括是地方行政上，按照12支派来划分，还有就是在中央政府的架构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的军官按照以犹大为主，犹大支派为主，但是有12个军官，然后他们来负责所有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安定的力量。那在按照地方的这个支派来，有这12个支派，包括连祭司都有负责掌管他们的这些的首长。那我们也看到里面少了迦得和少了亚瑟，很有可能是这个约押在数点人数的时候没有全部数点完。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分工。然后第3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的王室的这个大卫王的财产的管理的官员是一个政府的架构的一个形状，有12个部长，分别掌管的农业、牧业，甚至还可以划分是有经济、有交通，然后有内政、有外交，那有文化等等。那透过这些不同的产业，那大卫他要分工，所以这跟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是很接近。但是呢，就是他需要有这样的人来协助大卫，让他不是只有一个我有这么多的人数，我有这么多的百姓，但是我没有这些的同工。所以重点是在于大卫他有这些的同工，都是有名有实，而且他们都是被分派工作，都被指派，所以让大卫的王国能够稳固，而不是只有光有一群的人数，而是有透过这样的分层分工。那还有昨天提到有大卫5个很重要的贴身，包括做谋士、做顾问、做元帅等等，在大卫的身边，非常知道大卫的他的一切。好，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到的是28章整章，然后到29章的第9节也是历代志上的最后一章。那在今天这段提到，就是大卫他把所有的这个国家他的王宫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约柜，然后再建造了就是要预备建造约柜的上帝的家，就是圣殿的所有的材料，然后再就是软体这些人包括军事外交，包括的内政，包括音乐，包括敬拜，包括祭司，通通都好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召集众民跟所罗门，就是他的接班人，来宣讲有关建造圣殿事情。1到8节就是他吩咐的是众首领，然后9到21节就是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吩咐的话。那这也是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记载，大卫如何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那还有我们会读到第3段，就是29章的1到9节，讲到大卫他也表明自己要奉献的心态，然后呢呼吁邀请大家一起奉献。所以在大卫的号召之下，哇，大家非常甘心乐意，又是一波很吓人的奉献。那我们可以把大卫的这个会幕还有圣殿摩西的会幕和大卫的圣殿来做个对照。在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在西奈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来建造。那这是在摩西他所领受的。而上帝指示大卫圣殿的样式呢，在今天28章19节，大卫他自己亲口见证说，所有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上帝用他的手画出来。那和修本翻成是用手写下的文件，
使我明白。好，所以并不是大卫他凭空想象，也是有上帝的启示。而关于摩西如何吩咐约书亚，大卫也如何吩咐所罗门啊，一个是要进迦南，一个是要进圣殿。摩西吩咐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而大卫如何嘱咐所罗门呢？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接近或是说非常相似。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交接，其实也就是当初摩西对约书亚的交接啊。好，那么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好，那请嘉玲来带我们读第1节到第8节。第1到第8，大卫王命令所有以色列的官长聚集在耶路撒冷，于是各支族的族长、国家的行政首长率领1000人和100人的军官、王室财产和牲畜的主管、宫廷官员、军队的长官和所有重要人物都集合在耶路撒冷。大卫站起来向他们演讲：“同胞们，请听，我原想建造一座永久的家，安放上主的约柜。这约柜是上主我们上帝的脚凳。我准备妥当，要建造一座圣殿来荣耀他。可是上主不准我建造，因为我是一个战士，流过许多人的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选立我和我的后代永远治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中拣选了犹大支族，在犹大支族中选出我一家，在我父一家特别选中我，立我做王，统治全以色列。他赐给我许多儿子，在这些儿子中选了所罗门治理以色列，就是上主的国。上主对我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我的圣殿，我已经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亲。如果他像现在一样继续谨慎遵行我的一切法律命令，我要永远巩固他的王权。现在同胞们，在我们上帝的面前和全体以色列会众、上主子民面前，我命令你们谨慎遵行上主我们上帝吩咐我们的每一件事，好使你们能继续拥有这块美好的土地，并且可以代代相传。好，谢谢。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非常的通畅，好，那意思也非常的明白。那我们补充几件，就是这是大卫，他这个时候年纪已经非常的大，好，那其实所罗门也还非常的年轻，可能都还未满20岁，但是呢，在大卫对所罗门的指示当中，之前大卫先把所有以色列所有的领袖官长都聚集来到耶路撒冷，包括各支族的族长、国家行政首长、1000人、100人的军官，就是千夫长、百夫长、王室财产和牲畜的主管、宫廷官员、军队长官和所有重要人物，通通都大集合。那大家来了，大卫一定要宣布报告重要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卫再次陈述他如何想要为上帝来建圣殿，可是上帝不准，因为他流许多人血，但是上帝也应许大卫和他的后代永远治理以色列。好，所以这一段话呢，是我们在历代志上17章的时候就有看到大卫他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上帝就是把这工作留给他的下一代。但是在历代志上17章的时候，并没有讲到他的下一代是谁。可是来到了历代志上的快要结束的28章，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大卫也宣布说，上帝赐给我这个是4层哦。第一个呢，就是上帝先拣选的犹大，就是12支派当中，第一层先拣选犹大。第二个呢，从犹大的支族当中拣选他一家，就是耶西的后裔。然后呢，再从耶西，他上面有7个哥哥，8个儿子。这个大卫上面有7个哥哥，在这些儿子当中又选中我，所以第3层，然后立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然后呢，又赐给大卫有19个儿子，至少19个儿子。然后第4层，在这些儿子当中选了所罗门治理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4层的拣选，就是从犹大，然后从耶西，然后从大卫，再到所罗门。
这4层的拣选当中，大卫他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深深的知道，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呢，大卫自己引述说，这是上主说的话。不过在前面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话，说上主对大卫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我的圣殿。”所以上帝是指名道姓，要求要所罗门做这件事情。而且呢，我已经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父亲。这句话呢，在历代志上17章我们有读到，但是只差没有出现所罗门这名字。但如果所罗门像继续大卫一样谨慎遵行一切法律命令，上帝就要巩固他的王权了。所以这是大卫把大家都叫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为什么他要收集他大费周章？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班次、军官、首长、利未人、诗班、班长等等？就是为了要建造上主的殿。所以大卫呢就说：现在同胞们，我们在上帝面前和全以色列会众上主的子民面前，大卫命令你们，命令大家谨慎遵行上主我们上帝吩咐我们的每一件事。所以大卫也在呼吁大家，唤起大家，就是要用心的来服侍，好让上帝的应许可以代代相传。所以1到8节是大卫对所有以色列的首长所说的演讲。接下来9到21节这一段很长但是就是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说的话。那我们就一次来读完这一段。那请嘉玲带我们来读第9到21节。第9节，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和愿望。你寻求他，他就接纳你；你远离他，他会永远遗弃你。你要知道，上主已经拣选你来建造他的圣殿。现在你动工吧，要有毅力去完成它。”大卫把建造圣殿的计划都告诉所罗门，如圣殿所有建筑物、库房、楼房、内殿和至圣所，就是赎罪的地方。他也把筹划的蓝图都告诉所罗门，如院子和四周的房屋，以及储藏圣殿器具和献给上主礼物的库房。大卫又告诉他怎样组织祭司和利未人，使他们执行职务，担任圣殿的工作，管理所有圣殿的器物。他又指示该用多少银子和金子来制造器皿、灯和灯台，制造银桌子，以及那安放献给上帝的供饼的金桌子。他甚至指示该用多少纯金制叉、盘、杯、金碗，多少银来制银碗，多少纯金制烧香的坛和架基路伯的车座。这2个基路伯的翅膀覆盖着上主的约柜。大卫王说，这一切工作都是根据上主亲自对我指示而写出来的。大卫王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坚强勇敢，你现在动工，不要害怕，也不要沮丧。我所侍奉的主上帝与你同在，他不会丢弃你，他要与你同在。祭司和利未人被派在圣殿担任职务，熟练的工匠都乐意帮助你，人民和民间领袖都听候你的命令。好，感谢。那这一段的记载呢，虽然在其他的圣经当中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对照的是在列王纪上的第2章。列王纪上的第2章的第1节到第9节。好，那我们可以对照经文。好，是大卫临死前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好，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好，看起来很像，而且要遵守上帝的话，照着摩西所写的耶和华的道，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好让你无论做什么，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好，然后呢，大卫也在重述，就是上帝必成就关于对大卫所说的话。你的大卫的子孙若谨慎自己行为，尽心尽意，凭信实在神面前，就不断有人做王位。所以就到这里就结束。所以列王纪上对大卫对所罗门在信仰上的传承是前面的2章的1、2、3、4节。可是5、6、7、8、9呢，后面都在讲政治的事情。大卫就开始对他的儿子所罗门交代他个人未完成的心愿，包括约押，这个在大卫的眼中，约押是个不听话的元帅，所以虽然他是大卫的亲信，可是他要求所罗门要处理约押的事情，
还有呢就是这个巴户林，好，这个便雅悯人，这个示每，好，他当初如何咒骂大卫，好，所以大卫心中有两个心，这个两个不舒服的人，就是约押和示每，那这是在列王记他所要呈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相似的就是大卫临死前对所罗门的交代，而今天我们看到后面这个9到21呢，大卫对所罗门说几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把它标记，总共有7件事情。第一个呢，我儿，你要认识你父亲的神，所以这个认识呢，在希伯来文中就是一个亲密夫妻的亲密关系，所以就是说，所罗门你要跟上帝要非常的亲近，要像是夫妻一样这样的关系，这样亲近。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全心全意或是一心一意的侍奉他，而因为上帝他鉴察人的心思和愿望所以如果你只是敷衍啊、虚表啊，好，上帝都会知道。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寻求他，他就使你寻见，就是上帝会接纳你。你若离弃他，上帝就永远遗弃你好，那第4件事情呢，好，就是你要知道，好，这个知道在和本是你要谨慎什么呢？上帝拣选你来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你要动工，要有毅力的要动工。然后呢，第5件事情就是要有毅力去完成它，好，所以这里5件事情。讲到呢，大卫对所罗门交代了5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而且呢要侍奉，而且要寻求，而且要谨慎，而且要刚强去做。刚才我们有看到摩西如何吩咐约书亚，而现在大卫也如何的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好，那11节到后面的21节，好，那这个就是历代志作者厉害的地方。好，他把整个大卫所做的事情，好像他就是人在现场一样，都把它描绘出来。好，那这里有和本说大卫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那就是说大卫把建造计划都告诉所罗门。但是呢，除了大卫所说的是什么呢？是建筑物的圣殿的建筑物、圣殿的库房、圣殿的楼房、圣殿的内殿，还有至圣所赎罪的地方，这一些呢，都是大卫告诉所罗门。但是在12节呢，还有筹划的蓝图那在和本当中，有翻出来叫做被灵感动，灵就是上帝的灵，或是圣灵。这个蓝图是被灵感动所得到一切的样式，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圣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圣殿的库房、圣物的库房，还有祭司利未人班次。这里就很长。好，这个12节一直到18节，前面是大卫按照他所想的，而12节到18节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所以不是大卫他自己虚构，是想出来，包括如何去分派，如何去分层分责，然后包括这些的圣物该如何的管理，然后用多少的银子，又用多少的金子来制造，不论是灯台桌子，好，然后包括甚至插盘杯碗，好，然后金的碗银的碗，好，然后到最后18节，用多少的金子来做烧香的坛，还有架基路伯的车座，还有基路伯的翅膀，好，是这个就是上帝覆盖的约柜遮盖。所以从12节到18节，我们可以看见，上大卫跟圣灵一起同工。所以我们读历代志，为什么可以大卫分工分得这么样的清楚？为什么他可以知道要做的事情这么详细？其实在今天28章的11节、12节，是在告诉我们，这都是大卫的计划，还有大卫的蓝图。计划可能是来自于大卫的心思意念，蓝图呢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最后19节，大卫自己说的，这一切的工作是根据上主亲自对我指示而写出来好，那写出来，他用和本修用手写那这个手写的文件，那这文件也可以说用
画出来的，好像就是上帝画给大卫看。所以为什么大卫他怎么能够这么清楚？好，那可见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特别。好，所以这也是在圣经其他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好像今天这段经文这样子的描述描绘，好像他把大卫所说所做的，他写这个历代志的作者人就在现场一样。好，那他把这样的事情过程记载下来。好，那最后20、21节呢？好，大卫他交代完所罗门之后，再次对所罗门说：好，重复，你要坚强勇敢，现在动工，不要害怕。好，事实上，所罗门也不是现在动工，可能所罗门现在就在思想。好，我们后天读到了这个历代志下，也发现，所罗门这一思想也是过了好几年时间，大卫都已经过世了，所罗门才动工啊！不要害怕，不要沮丧。我所侍奉的主上帝与你同在，他不会丢弃你，他要与你同在，直到你建完好这个圣殿的工作。另外，好，这都是重复，前面我们都读过了。祭司利未人都在圣殿担任职务，熟练工匠都不乐意帮助你，人和民间领袖都听候你的命令。所以大卫让所罗门非常的放100个心。那其实他的心意就是希望所罗门能够在大卫死之前赶快动工，好让大卫他可以看见怎么样来兴起。不过很明显的，大卫可能都到他临死前都没有看到。好，那他随着大卫年纪也越来越大。好，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段是29章的第1节到第9节。好，再请嘉玲带我们来读。29章，大卫王向全体会众宣告：我的儿子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他还年轻，缺乏经验。他所要完成的工程非常艰巨，因为这不是造给人住的宫殿，而是为主上帝造的圣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圣殿准备材料，有金银铜铁、木材、贵重的石块、宝石、拼花的石头和无数的大理石。我除了预备这些以外，还从我个人的财产中拿出银子和金子来，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我拿出100多公吨最好的金子和大约240公吨纯银子来装饰圣殿的墙，以及供给各工匠铸造器物的需要。现在谁乐意慷慨奉献礼物给上主呢？于是各宗族族长、各支族官长、1000人和100人的指挥官、王室财产的主管等都乐意为圣殿工程奉献礼物。有170多公吨金子，340多公吨银子，大约620公吨铜和3400公吨铁。有宝石的人都把它捐出来，放进圣殿宝库，由格顺族的利未人耶歇管理。人民乐意献给上主，大家都高兴有那么多东西奉献出来。大卫王也非常欢喜。以上。好，谢谢。好，那大卫呢？他最后有一个这个神来一笔哦，就是其实大卫预备真的是非常的多，金银铜铁香柏木石块，还有各样的器材，还有师傅，还有这些所有的诗班。但是呢，大卫好像觉得还不够，所以他又告诉所罗门之后，他又再次向全体的会众来宣告，说这个他的儿子是上帝拣选的，但所罗门还年幼脆弱。这我们在历代志上22章也读到一样的话，就是所罗门这时候还幼小，应该就是在17岁以下，还年轻，未缺乏经验，他要完成圣殿的工程非常的艰巨。还有第二个，大卫也讲很重要，这个圣殿建造不是给人住的宫殿，而是为主上帝所造的圣殿啊，所以应当就是用最好的。所以大卫他在这边自白，他如何用尽最大的努力准备材料，金银铜铁石块宝石，然后大理石，还有呢，他也自己奉献，从他个人的财产当中拿出银子、金子，重点就是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哦，所以大卫是对上帝是毫无保留，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积蓄都奉献出来，多少呢？他拿出了100多公吨最好的金子，1公吨就不得了了。那现在是100多公吨，银子呢240公吨的纯银，好来装饰圣殿的墙。那很多人读到这边，
都没有办法去相信，说到底哪有可能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这些是要多吓人。那但是如果读历代志，你会发现，这些的族谱的记载有名有姓，然后按照他们的宗族，按照他们的这个记录呢，不得不相信圣经是写历代志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单位那时候单位跟今天单位可能不一样，那可能把它减一点。但不论你要打几折减多少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是上帝看见也不是这些的数量，而是看见的是大卫的心，这个心就是爱上帝圣殿的心哦，所以他把最好的都能够献给神，以及呢，甚至给各工匠铸造器物所需要的。那大卫现在就发出挑战，说大卫他已经做到这样了，年纪也大了，所罗门还这么小，现在呢这个圣殿还不够，谁乐意慷慨奉献礼物给上主呢？哇，说大卫只是这样子一个呼召，最后的结果就是各宗族族长、各支族官长、千夫长、百夫长、指挥官、王室财产的主管，大家都乐意。重点是不是被不乐之捐，或是不是捐什么公积金，而是乐意为圣殿工程来奉献礼物。所以奉献出来呢，又有多出来170多公吨的金子，跟大卫的差不多，比大卫多一点；340多公吨的银子，比大卫又再多一点。然后620公吨的铜，3400公吨的铁，金银铜铁又再次出现。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从这样的奉献，只是为了建造圣殿，为了帮助所罗门，是这样大手笔，甚至连宝石都出来。但是那时候宝石跟今天宝石差很多，那时候是黄金比较贵重，然后呢都放到圣殿的宝库，那个几公吨的金子怎么放得进去圣殿的宝库？那圣殿的宝库是要有多大？那因为圣殿还没有盖起来，所以这是为了建造圣殿的宝库。由谁管理呢？耶歇，如果我们还记得昨天28章32节，他就是大卫5个贴身的这个臣仆当中，叫耶歇，他是负责来陪伴王就是大卫的儿子，做他儿子的这些家教，人民都乐意奉献给上主，所以不仅是这些的领袖，连百姓，那这是一个最美的画面。没有人是不情不愿，没有人是想要私自长流，没有人想要像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欺哄圣灵，私自还藏留一些，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奉献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虽然圣殿都还没有动工，还没有建造，可是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感受到这种欣喜、期待，还有上帝的同在，更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建造上帝的教会，我们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每一次的奉献，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珍惜。我们不会因为越奉献就越减少，反而是因为我们越乐意奉献，上帝就越加添仁义的种子给我们，上帝就越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越有奉献的能力。所以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句话是真的。而且我们奉献是甘心乐业奉献，上帝他就有赏赐。我们若是不情不愿，或是勉强奉献，或是做难奉献，或是只是做表面的奉献，就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啊。所以关键就在于大卫他跟上帝的关系，也在于大卫他把上帝的殿看的是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呢他没有私藏，他也不是留给他的儿子，那他也不是留给他的孩子去挥霍，而是一心一意的为上帝来摆上。盼望从今天这段经文28章到29章的前面，我们都能够再一次被大卫他这个的对上帝的爱热情所感动，而我们也能够效法，能够有上帝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做教会的事务，做圣殿的工作，做所有的服事，都是甘心乐意，并且能够按着像前面28章这里提到，所有的东西都按照他应该用多少就用多少。这个有出现一个字，该用多少他就用多少。所以他都已经有一套的办法在那边，一套的规矩在那边。大卫并不是再去另外，而是把上帝的规矩不厌其烦的教导百姓。好，我们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读完历代志的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一颗为主甘心乐意奉献的心，还有一个爱神的心，也是爱人的心。我们也看见上帝你4层的拣选，从你呼召犹大支派，到呼召大卫的爸爸，到大卫也呼召大卫要往下传承到下一代。今天主你也透过提摩太前书2章第2节，要我们要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好管家，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救赎也能够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奉献，都是带着甘心，带着乐意，就必有赏赐，必有上帝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牧师，拜拜。拜拜。